继续关心本土天狗日的疫情，即马继续咧传。台南昨昏个新增加161例，甲打台南已经有2744个确定病例。台南市政府本地是对外公告讲，不管是公家还是民营的市场，9月初一开始固定拜一休困，爱休困，因为要做大消毒。也毋过，未少店头去抗议，而且嘛有向民意代表陈情，所以市府即马经过讨论，决定讲无要强制休市。市场内人口逐逐，有民众来款普渡的物件，有的来买一寡菜色，行风台来。近来天9月4月看，台南已经连续6天确诊案例拢破100人，到单阁还未落来。为了防疫，台南市场处原本宣布8疫情上严重区的70个公民营市场，礼拜要铺药啊，加强消毒，拜一要固定休市，主要是要增加药啊停留时间。不过消息一出来，引起地方讨论，摊贩意见嘛无共款。也没有补助啊，政府也没有补助我们啊，所以说我是希望政府不要强制。我拢会特别要甲伊清楚，互伊完全无人客嘛较敢来咱的菜市啊。生意本来拉歹，所以阮的迄个礼拜一的时间，对阮遮来讲较无足大影响。也有摊贩认为，若固定拜一休市，经济加减会受影响，因为摊贩反弹甲定情，市府调整政策，目前已经无强制拜一休市啊。市场处表示，传统市场是民众定来买物件的所在，因都要配合公所大规模消毒，把成立稽查小组，无定时做巡查。目前是采取配合区公所大区块喷销，才能有效杀死病媒蚊。那如果市场有修饰的必要，再个别办理。面对天9月，市府唔敢大意，佮加上惊风台来带来雨水，市府呼吁民众爱提高警觉，加强摒扫，然后积水就爱倒现杀，才袂互拖白网、拖白刷。记者新闻台南采访报道。